07年底金融海嘯爆發，環球股市出現連串骨牌效應，港股持續下滑，大市成交亦一度萎縮至285億。唔少嘅散戶而家都睇實個市，準備隨時入市撈底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3路位呢都去。人稱添 Sir 嘅郭樹田係資深嘅證券經紀，以往見過唔少客人唔識投資，最後蝕錢離場。佢喺6年前開始搞投資班，教授基本嘅投資策略。近呢1年，投資班越開越多，由以往4個月一次，到而家由星期1至星期4，晚晚都有開班。一個客好辛苦攞翻嚟之後，個零月就死咗咯。咁我只係得個吉。嗱，我最初呢，喺3年前嘅時候呢，就係為咗我公司自己啲客戶。咁我見到啲客戶呢，佢哋嗰個效益唔夠啊，做咗成日輸嘅。咁我怕啲客戶流失，所以我要增強客戶嘅實力，所以咪教佢哋嘅功夫咯。咁佢可以生存，我可以生存咯。投資股票最重要睇上落週期。添 Sir 話，旺市並唔係買入嘅時機，相反應該喺低位盡量收集好嘅股票。不過估底並唔容易，喺金融海嘯期間，連外國嘅資深投資者都話睇唔通。一般散戶嘅話就要做多啲功課，參考市場上嘅成交數據，挑選心水股票。咁呢陣時咧，我揀股票咧就唔係話一升嗰時係揀嘅。咁通常呢個時候咧，我就會隔上落市嘅，即係比較偏淡上落市，亦都係低價區可以儲股票。過去1個月，恒指由低位11800點上升至近期14500點以上，升幅超過2成，吸引咗唔少人嚟上堂。由20幾歲嘅學生到過60歲嘅退休人士都有，大部分對財務名詞都唔太認識，財務報表代表啲乜嘢亦都唔多理解。為咗令佢哋短時間可以掌握到投資技巧，課程主要針對圖表嘅知識。圖表全部都係，我都係全部主能都係睇陰陽燭噶啦，都係睇陰陽燭嘅 pattern 噶啦，就係陰陽燭啊、形態分析啊嗰啲咧，咁其實可以睇到啲股票係咪喺低位起升嘅，咁即係大戶嘅意欲咧係想將呢隻股票托上。如果冇嗰隻股票，老實講啦，如果係冇莊家嘅，好難升得到嘅。人哋啲世界股有莊家先有上嚟。KC 係添 Sir 嘅學生，已經上咗半年嘅期指班。以往佢係一直靠睇書自學投資㗎。佢認為短炒期指，只要對圖表有清晰了解，就足夠做到投資部署。你雖然你贏嘅唔係好多，可能係10點、10零點，但係你差唔多每一次入市咧，你贏嘅機會咧係好高嘅。除咗一般嘅投資班，添 Sir 亦都喺每個星期4舉行短炒技術觀摩會，向新手示範短炒即市期指。佢話只要速度夠快，睇準時機，以炒期指嚟賺錢，其實難度唔高。我哋一速戰速決，好似密食當三番咁樣，一攞起手就食糊，攞起手就食糊，就唔係鋪鋪要做到清一色啊嘛。採取短食嘅策略，但係一定跟方向，方向向下就做沽，方向向上就做揸。揀靚位入市。